在这地球上，我们每天都在真实面对同一种持续进行的客观现象——成长。从呱呱坠地到垂垂老矣，它从不会为生命某一瞬间的美丽而止步。正因如此，记录下一些时间的章节，就成了长大过程中最有意义的事情。住手！干啥去？住手！有车就要等一下。我们的镜头捕捉到了一些可爱的小生命，和野生动物相比，它们是人类更容易亲近的伙伴。去！人对。一名训导员由下往上纵向收手，另一名训导员由外往里横向收手。很幸运，我们见证了他们若干成长的片段，而他们也一直参与在我们的成长轨迹里。很高兴你愿意了解，我们是这样长大的。